没有草稿，不必构图，落笔挥毫，一气呵成，画达摩长达35年的功力在画纸上凝聚。当我接触到达摩，哇，这达摩研究他这么传奇的人物，我就心里发愿，我要来专门画他，让普天下的人都认识达摩。因为一幅达摩画像结缘，谢文山从此醉心钻研，不能自拔。醒世劝善的祖师训诫，让谢文山也跟着潜移默化。平常是放不下，忍不过，想不开，看不透。画了达摩之后，所以我现在达摩上面我就写放得下，忍得过，想得开，看得透。一句好话就是一个善的种子。客家耆老流传的客家古词，透过谢文山的画笔，以艺术小物的样貌深入家庭。夫子本黑故玉琴，然用唔见见红人。根底源自亲近心，国内知名的达摩画作几乎都出自谢文山之手。堪称一绝，几米长宽的巨幅达摩都难不倒他，但相互衬托的毛笔字却让他吃尽苦头。所以你这个写掉很多纸哦。对啊，有时候你心不在焉的话，等会漏掉一个字或者写错一个字，重来，达摩也白画的了。字要有大有小才好看，通通写一样大。那好像电脑打出来，通通一样大，也不好看啊。做书法的大大小小啊，还要那个行云流水这样子。所以我现在可以说，下个是董后宽。以为不死就有练习。我说老师现在字写得很好看，老师说因为经常练习了。谢老师画的达摩百态，其实反映了人生百态。他在上面写的这些劝世语，其实也就是他最在意的，希望传递正面向上的人生价值。下个是董后宽，因为不死就有练习。下个是董后宽，因为不死就有练习。